昨天我们的地方叫做应变中心，灾害应变就是要快要准。如果电话打不通，视讯连不上，怎么灾害应变？所以我重要的是建立机制，提升效率。至于说是刁谁、盯谁、讲谁，那是画错重点。院长，高铁南这件事情就不进市区你就被骂翻了。但是其实过去前交通部长，也就是高雄副市长叶匡时，他在公文上面本来就说不要进市区，是不是他也自打脸？所以有的人说话不算话，不注重一诺千金，说有没有白纸黑字。现在因为有样学样，连有白纸黑字，自己过去所裁定的高铁不进入高雄市区，现在也都可以否认，可见越学越坏。院长，中共这个今天这个国殇那个11然后香港人还是坚持上街，但是那个中共在香港的军队现在倍增，而且可能会动用一些更多的警察，院长会不会担心今天的局势？你在中国如果把他的国庆讲成国殇，你就会消失了。院长，以前在台湾，有人讲总统出来的时候讲错一个字的媒体记者就糟糕了。今天台湾能够自由开放，我们要珍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哥哥被说是内应。金门现在没有禽流感啊，所以你的政策就没有与时俱进啊。台湾本岛有禽流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院长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金门现在没有禽流感吗？我们很委屈啊，有的我们都不敢跟你说啊。要不要我回答？请回答。问题我时间好短，为什么金门的东西到台湾还要检查？台湾金门是一边一国。那你要看金门的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金门的鸡蛋为什么带台湾要检查？我跟你讲一个故事。金门共产到台湾不用检查。好，你听我讲。我跟你讲一个故事。我们金门有那个阿嬷、阿公、听孙，对不对？自己家里土鸡生了几颗蛋，要带来台湾给这个孙子吃。自己家里的土鸡几颗蛋不能带来台湾。你说你不支持院长，所以不支持一边一国，我跟你就是一边一国行动党啊！你是台湾金门一边一国。这个金门的这个含有禽肉蛋类，不但要检查，而且要严格检查。为什么？台湾金门跟你不同国家吗？防疫需要。防疫需要。你们根本就是把金门当作另外一个国家，因为它离大陆近，是吗？所以呢？所以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吗？它不属于中华民国吗？中华民国宪法有规定呢，中华民国领域内一切货物应许自由流通呢。院长，你的看法呢？我的看法是基于全国民众的安全，基于防疫的需要，因为中国发生的禽流感疫情致人于死，所以请问金门有吗？中国特别接近禽鸟容易归零的地区，我们加强防疫。好，那个院长，我跟你加强检疫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，海关在入境的时候，如果人不够，多征人，严加检查。怎么会是在自己国境内设关卡呢？那以后院长，你从屏东带了2颗芒果，带了3个荔枝，3串荔枝都是好吃的东西，带上的时候，请你在屏东的边界也要经过检查。这个就是金门人现在遭受到的待遇。你可以理解那种阿公阿嬷要带着自己家里2颗土鸡生的鸡蛋到台湾来，不能带过境的那种心情吗？院长，你理解吗？你可以苦民所苦吗？这个是一般人民的生活啊，这个是庶民生活，这个不是在台北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想说什么东西都这个样子。我可以理解阿公阿嬷要带蛋给孙子吃的心情，但我更理解阿公阿嬷绝对不愿意给孙子得到禽流感疫情。可是金门现在没有禽流感啊，所以你的政策就没有与时俱进啊。台湾本岛有禽流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院长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金门现在没有禽流感吗？我们很委屈啊，有的我们都不敢跟你说啊。
你要不要我回答？请回答。您就是不懂得怎么防疫。什么叫我不懂怎么防疫？那你懂得防疫？院长，你不要一想到我们讲这些，你就开始一副很生气的样子。这个是日常生活，就是庶民的日常。我没有生气，我是对于你混淆了很多逻辑，觉得有混淆哪个逻